请问是安怎红龟粿吼？迄个粿会用这款龟这个动物呢来做伊的外表？请你想看卖为什么？好，来，我的答案是龟是圆的较好做。啊，我这边的答案是龟有长火烧的意思。哦，必须。阿雄酸几遍。咱若翁仔某就爱长长久久，我当然嘛，佫是经理嘛哈。哎呦，骂鸡的，骂鸡的。我是圆的较好做，你都无想吗？圆的，是啊，我捌做。伊即摆毋是你家己讲翁仔某这代志啊，伊即摆是讲龟红龟粿是用龟的这款。这型啦，为什么啦？是啊，那对。来，3、2、1。哦，我当然佫小出轨一个。哎呦，出轨一个哦，出轨一个。哦，因为圆的较好做呀。确定要选我的哦。哎呀，你是我偶像呢。来，老师，龟是圆的较好做，对唔对？这个有错哦。哎呦，偶像有当时会讲骗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好，咱这个红龟粿吼，一般拢神明生的是用来拜神明的吼，因为生日嘛吼，所以一般拢用来祝寿啦吼。啊，咱若生日的时吼，有时嘛用红龟粿。所以这就是要祝寿的，所以是因为龟嘛是较长岁寿的物件，所以咱用这来祝寿，希望伊长岁寿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